天地嘅主，至高嘅神，你嘅兒女百姓圍繞你嘅寶座，我哋低頭敬拜讚美你，因為今日係耶和華所定嘅日子，我哋要在其中高興歡喜，你招聚你嘅兒女們一同喺你嘅聖殿裏邊敬拜嘅時候，求主耶穌基督你喺十字架上嘅寶血潔淨塗抹我哋一切嘅隱惡過犯，一切嘅罪孽、罪惡、罪行、罪愆、罪性，都能夠被你嘅寶血潔淨之後，我哋要做聖徒，我哋唔會再做豬做狗，回到罪惡當中打滾。求天父你一代看顧每一個你嘅兒女百姓，我哋每一個侍奉你嘅僕人侍女，讓我哋嘅侍奉能夠喺永恆當中被你紀念。天父，我哋為到每一間教會仰望你，無論喺香港、喺國內、喺美國、喺世界各地234個國家同埋地區，都能夠有你嘅金燈台被彰顯出嚟，將福音嘅真光普照四方，叫萬民得恩蒙福。我哋感謝讚美主，讓你嘅兒女百姓蒙你嘅恩典之後，能夠成為好多人嘅祝福。你恩待我哋喺你面前嘅敬拜，你潔淨我哋嘅心靈，讓我哋透過詩歌，透過你嘅真道，透過我哋同心嘅敬拜，能夠如香達到你嘅跟前，喺永恆當中被你紀念。感謝讚美主，榮耀頌讚歸翻俾天上嘅父神，地安歸給你所喜悅嘅人。求你垂聽我哋同心嘅敬拜禱告，係奉靠你嘅獨生愛子，就係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嗱，各位弟兄姊妹啊，各位朋友啊，無論喺實體聚會或者喺線上嘅，都喺主裏邊咧，歡迎你啊！好感謝神啦嚇，帶領我哋啦，尤其是師母啦嚇，同我一同嘅四圍跑嚇，感謝主。好，有機會你參與下，咁另外咧，能夠嚟到為教會一同嘅分享、一同嘅侍奉咧，就唔可以少咗 Anna 姊妹嘅。咁佢偏真同事，我真係係啊，我女啊嚇，Maria 啊嚇，啲弟兄姊妹啊，即喺線上我教神學嘅時候認識嘅咁嚇。咁無論如何咧嚇，歡迎眾弟兄姊妹嚇，咁好感謝神啦嚇，因為呢個機會咧真係神安排。因為我翻嚟香港咧係要主持我嘅一個親戚嘅喪禮，花咗2日嘅時間，然後有大概5日嘅時間咧就喺教會或者喺香港即係服侍眾弟兄姊妹咯。咁所以咧喺今日早上能夠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個好重要但係好基本嘅聖經真理嚇。嗱，因為咧。我哋要知道啊，我哋做基督徒最基本嚇、最基本、最重要嘅係乜嘢咯？你知道你得救咗未啊？我哋應該做啲乜嘢先至可以得救啊？嗱，弟兄姊妹，呢個問題，如果你話我可能得救，或者得救啊，我以為我已經得救，但係咪肯定可以得救咧？今日我哋信耶穌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啊！曾經咧有啲新朋友嚟到我教會啦嚇，咁我就問佢啊：你信咗耶穌未啊？嚇，佢話我信咗啦咁。咁我問多句：你點解會信耶穌啊？你知佢嘅答案點講？佢話我嚟到教會好舒服，所以咧嚇，即係詩歌又好聽。咁我嚟咗2次，咪信耶穌咯？係咪信耶穌咧？又或者咧？佢話：哎呀，我嚟到咧，啲人好 nice 嘅，真係好好嘅對我嚇，所以好舒服坐喺度咧。咁咧就每次嚟到我都好開心，所以我就信耶穌啦。呢個係咪信耶穌咧？又或者話：哎呀，我病到就嚟死，咁咧就耶穌醫好我啦。咁我信耶穌，咁係咪信耶穌咧？嗱，我所分享好多唔同嘅，剛才所同你分享嘅內容咧，都係信耶穌嘅其中裏邊一啲嘅內容嚇，但唔係信耶穌嘅主要原因。我盼望透過呢個短短嘅信息嚇，我應該做啲乜嘢可以肯定我得救喺主裏邊嚇，再撳一撳嚇。所以我哋先讀咗《使徒行傳》第16章29到31節嚇，我哋一齊讀一讀喎嚇。開口讀神嘅話語，
禁卒叫人拿燈來，就跳進去，戰戰兢兢地俯伏在保羅西拉面前，又令他們出來說：二位先生，我當怎樣行才可得救？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救。咁問我嗰啲禁卒就話：兩位先生，我當怎樣行才可得救啦？有冇問過呢個問題啊？咁咧就保羅西拉就話啦：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每次我讀呢句說話嘅時候咧，都諗起一個嘅例證嘅。我哋喺美國咧，即係喺大學裏邊有啲嘅大學生嘅團契。咁咧就有一次咧喺國內嚟咗一位嘅學者嚇，佢係讀博士後嚇 postdoc 好勁啦嚇。咁啊參加團契查經嘅時候咧，咁就傳道人問：有邊位未信耶穌㗎？咁咧就呢個嘅朋友咧嚇，咁就話：我未信耶穌嘅咁。但係佢加多句喎，但係我肯定我自己得救嘅。咁個傳道人就覺得好詫異。你冇信耶穌，點解會知道自己得救啊？咁呢一個嘅博士後嘅學生又覺得又好詫異喎，咁問翻佢：你作為傳道人，你唔識聖經咩？聖經話啊嘛，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我哥哥信耶穌，咪全家得救咯。我哥哥信耶穌嘅，咁就得救啦啊？係唔係咧？其實好多笑話㗎嚇，我喺早一陣子喺國內侍奉嘅時候，已經聽過唔少嘅喺聖經裏邊一啲嘅笑話嚇，即係又唔係過嚟講笑，但係非常嘅嚴重嘅嚇。有一個傳道人被問及：傳道先生啊，以馬內利係咩意思㗎？咁佢又唔識喎，咁佢唔好，我唔識喎，咁咪自己作出嚟，點樣作法咧？佢話咧，有人用隻馬拉去馬戲團去牟利，咁咪以馬內利咯。唔知有冇聽過啦嚇？咁有啲人問：尼哥底母邊個嚟㗎？咁你都唔識咩嚇？尼哥嘅媽媽咪尼哥底母咯嚇。哇！好多呢一啲唔同嘅對聖經裏邊嗰啲嘅理解啦嚇。但係我盼望我哋一定要清楚知道嚇，我哋點樣才可以得救？我哋先低頭咗個禱告嚇。創造宇宙萬有嘅真神，你嘅兒女百姓圍繞喺呢個寶座前，我哋低頭敬拜讚美你。當我哋要查考你嘅話語，去研究你嘅真道，求主賜下真理嘅靈進入我哋嘅內心。當真理要進入嘅時候，求主耶穌你喺十字架上嘅寶血先潔淨塗抹我哋裏外嘅過犯，唔容許有任何嘅罪惡罪孽影響真理進入我哋嘅內心。求天父保守你嘅兒女百姓，讓我哋扎根喺呢個話語裏邊，讓我哋嘅心靈先被更新，我哋嘅言語行為外表各方面都能夠榮耀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懇求親愛嘅天父，你恩待眾教會，恩待我哋喺你面前聽到嘅眾弟兄姊妹，無論我哋實體或者喺線上，求你保守賜福。無論我哋身在何方何處，你係無所不在，讓我哋能夠可以經歷到你嘅同在。我哋向你獻上感恩，保守看顧我哋以下嘅時間，透過你嘅話語更新我哋嘅生命同埋心靈，讓我哋被更新之後能夠成為好多人嘅祝福。保守你卑微嘅僕人能夠按照正義分解真理嘅道，讓講嘅聽嘅能夠同感一靈。我哋感謝讚美你，我哋將榮耀頌讚歸翻俾你。求你垂聽你兒女們喺你面前同心嘅禱告交託，係奉靠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Amen。請咁撳下。點解禁卒會問保羅呢個問題啊？西拉問這個問題嘅，向西拉問問題啊？咁咧就我哋有冇問過啦？點樣先至能夠可以得救啦？咁咧就希望咧，我哋弟兄姊妹你去傳福音嗰陣時候就問清楚對方點樣先至可以得救。如果講到得救嘅呢兩個字
你一定喺一個危險嘅光景裏邊先至咁樣講嘅，係咪？譬如話早排喺大埔嗰個大火係咪？喺火場裏邊嚇，你話得救未啊？咁得救即係話離開火場啦。你浸喺水裏邊啊，得救未啊？咁即係話離開呢個嘅災難啊，從水中被救上嚟，咁樣叫得救啦，係咪？咁你話得救未啊？咁你話我幾好啊？使乜得救啫？弟兄姊妹，你唔知道我哋屬靈領域裏邊嗰種嘅暗，嗰種嘅恐怖啊！當我哋話點樣先至能夠得救嘅時候，我哋再睇下，再睇下一章，因為禁卒失職，以為囚走光晒之後咧，佢會被處死。你知道羅馬兵丁一失職嘅後果就係處死啊！所以佢以為咧啲囚犯全部走晒，然後佢就話：我橫掂都死啦嚇，寧願如果係俾人斬頭，不如我自己了斷算啦。咁咧就失職咧，俾佢知道咧嚇，佢遲早都要死，所以咧不如自己自殺好過啦。嗱，講多句嚇，希望你冇諗過自殺嚇。你話點會諗自殺啊？但係當你如果係身體檢查突然發現就話某人你有末期癌症，只係得3個月，你會唔會諗呢個問題？我講多一句，自殺唔可以到天堂嘅嚇，自殺一定會到地獄嘅。喺約翰一書第3章第15節好清楚啊！你們知道恨人等於殺人，凡殺人嘅沒有永生存在他裏邊。你知道呢個真理嚇？如果禁卒自殺咧，一定會落地獄嘅。再進一步嚇，我哋睇到我哋每一個人都失職、都失責，應該做嘅冇做，唔應該做嘅反而去做啊！留意啊，弟兄姊妹，我哋嚟到呢個世界做咗好多惡事壞事咁咧就失職失責、犯罪作惡、得罪神、得罪人，罪該萬死，應該受地獄嘅永刑。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弟兄姊妹，但係末世咧，好少提及地獄噶，亦都好少提及神嘅公義審判。但係咧，神嘅慈愛咧非常美好，我絕對贊成。但係聖經嘅真理咧係兩面嘅嚇。如果你講神嘅慈愛，應該講翻神嘅公義；如果你講天堂嘅榮美，你應該講地獄嘅恐怖；如果你講神嘅賞賜，你應該唔好忘記神嘅刑罰。兩面嘅聖經，你一定要清楚，唔好側喺某一面嚇。但係末世嘅教會絕大部分係一面倒嘅，一面倒嘅。我絕對贊成神嘅慈愛啊！每一個人都需要神嘅慈愛，但係你忽略咗神嘅公義嘅時候，好多人係任意妄為嘅。我唔知道有冇一本書啦，我寫一本地獄嘅書啊。咁咧就關乎地獄嗰個情況咧，有一個嘅另外嘅姊妹咧，一攞佢嚟，哇！地獄啊！咁啊，嚇到佢即刻放翻低喎。咁我就話：哎呀，點解你唔睇咧？你睇咗有機會免去地獄嘅刑罰啦。所以我喺聖經裏邊將關於地獄耶穌親口講嘅內容咧就寫成書啦。同埋犯罪作惡最終去嘅地方就係地獄我唔知你地獄你知幾多？但係聖經講及地獄描寫有400多節，描寫天堂有500多節，合起嚟天堂地獄超過1000多節嘅經文，所以我哋必須要清楚知道再睇另外一章，我哋必須作什麼才可以得救啦？弟兄姊妹，當我哋未信耶穌之前我哋知唔知道我哋每一個人嘅光景如何啊？諗清楚你同我未信耶穌之前，或者呢個世界所有未信耶穌嘅人嘅光景係如何啦？我從聖經裏邊去分析當我哋知道自己嘅危險光景，你先至會重視珍惜神嘅救恩。我再講一次如果你唔知道自己嘅危險光景你冇辦法去知道神嘅如何嘅愛你或者你聽唔明嘅時候咧，我舉個例子但係唔知我有冇幾多時間
如果你搭飛機你搭飛機嘅時候咧，一上飛機咧，咁咧就嗰啲嘅報告就話各位乘客歡迎你坐呢班航機從香港飛唔知邊度啦，飛美國咁啦咁咧為着你嘅即係行程嘅喜樂、行程整理咧，扣上唔係安全帶扣上降落傘為咗你行程嘅難忘、行程嘅享受咧，請你扣上降落傘。咁喺整個嘅過程裏邊咧，咁咧就一路咁樣講喎。開頭咧你就唔覺得有咩特別，但係講得幾次就話係咪咧？我行程係咪可以係更加難忘、更加咧即係有興趣？咁所以咧佢又講咁耐，我就即係可以扣起嗰個嘅降落傘啦好啦，到佢真係試下嘅時候咧，真係孭起個降落傘，但係咧隔離左右冇乜人理佢㗎但一孭起嗰陣時候咧，就發覺，哎呀，頂住我背脊好唔舒服，跟住咧就好似冇咩事情發生。咁跟住咧，仲冇幾耐咧，有個啱啱上班嘅空姐咁第一次上班嘅時候攞一杯好似一煲嘅滾嘅咖啡行過佢嗰度咧，唔小心落埋佢嘅腳咁就哎呀咁慘咁咧就於是呢一個孭起降落傘嘅乘客咧就有冇搞錯又話叫我行程愉快，孭咗之後咧，仲反而有咁多嘅問題，所以就抌咗佢，咁就唔大。而第二個嘅情況咧同樣係你咯歡迎你乘搭乜乜航空公司由香港飛向美國為着你嘅人身安全起見飛機有可能係從4萬尺高空跌落去㗎有可能係跌落去嘅。為着你嘅生命安全咧，你好好孭好你嘅降落傘。開頭咧，你覺得有冇搞錯冇乜可能嘅咁，但係佢一路話俾你聽各位乘客，為着你嘅個人生命安全飛機係有可能從4萬高空4萬尺嘅高空跌落下邊為着你生命嘅安全，孭起你嘅降落傘。佢信於是佢孭起降落傘。然後咧，真係覺得唔舒服㗎雖然有個空姐咧落咖啡落佢嘅腳度㗎，但係佢話：如果呢架飛機從4萬尺嘅高空跌落去嘅時候，我有降落傘，你冇你就死定啦。但我有降落傘啦，唔知大家聽唔聽得明咯？弟兄姊妹，每一日都有可能係最後一日我不斷係講呢個真理如果你冇呢個迫切感，你以為話我尚在年輕，係咪我又唔係7老80，但係死亡係咪淨係俾老人家㗎？你會搖頭啦，係咪你去墳場，我負責嘅喪禮，從有3個月即係我負責嗰個喪禮，一個喪禮係3個月嘅 baby 出咗世之後3個月就死咗啦。有啲係8、90歲，咁中間有唔同嘅年紀啦但係死亡係咪就係俾老人家㗎？唔係㗎，係俾咩㗎？俾死人㗎。弟兄姊妹聽清楚，如果每一日都有可能係最後一日嘅時候，今日你離開世界，你會去邊度？你唔好以為我到天堂你唔好或者可以到天堂你唔好話我應該可以到天堂你肯唔肯定我同你分享呢5個嘅情況你一定要清楚之後，你要做決定。第一個情況係乜嘢咯？人一出世係好人定壞人兩姊妹睇睇呢兩個 baby 啦一出世係好人定壞人各位媽咪，你抱住你第一個嘅 baby 嘅時候咧，佢係好人定壞人好嘅。有冇答案好嘅壞人，好嘅壞人，好嘅壞人，壞人定好人？壞人，好人。你話我信孔子所教咧，人之初，性本善。唔係孟子唔係咁講人之初，性本惡咁咧就，如果我哋冇聖經就話，你有你信，我有我信，我信係好嘅，你信係壞咁你嘅事啦
咁究竟有冇答案咧？嗱，弟兄姊妹，人之初究竟係善定係惡咧？嗱，呢個問題係非常重要嘅。我哋教會舊年有5個媽咪咧，有5個家庭，有5個寶寶啊。我哋叫做嬰兒奉獻禮嚇，5個寶寶嚇。咁咧就我同啲媽咪啊，啲媽咪咧就係剛剛信耶穌，我就好清楚俾佢哋知道，而家你手抱呢個 baby 嚇，你要知道佢係好人定壞人啦，唔好從文化傳統觀念或者係即係流傳嗰個嘅想法啦，你一定要從聖經嘅真理裏面知道，你同我出世嘅時候係好人定壞人，好唔好啊？當我讀聖經嘅時候，我每日讀5篇嘅詩篇嘅嚇，喺我個人靈修裏邊嚇，我一個月都讀晒150篇嘅詩篇，不斷咁樣讀嚇。咁咧就有一次我讀到詩篇，一齊讀51篇第5節，好唔好啊？嗱，我哋睇到咧，大衛認罪嘅時候點樣講？我是睇到啊，我是在罪孽裏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同埋詩篇58篇3節咯。惡人一出母胎就與神疏遠，一離母腹便走錯路，說謊話。好多時候我問及一個人幾時開始講大話㗎？好多人話佢學講嘢嗰時咪講大話，但係聖經係咪咁講啊？聖經唔係咁講啊！一生出嚟就會講大話。你話佢未開始講嘢點樣講大話啊？原來涉及到我哋嘅思想裏邊。而另外就話大衛認罪嘅時候，我係喺罪孽裏面生嘅。罪孽我講多句啦，原來由父母先祖喺道德敗壞當中所犯嘅罪叫做罪孽。所以我哋中國人話真係冤孽咯嚇，咁即係你明白啦，係咪啊？嗰啲叫咩二公二拉三公三拉生落嚟嗰啲咧嚇，真係冤孽啦咁。佢話。大衛話：我係在罪孽裏生，在我母親懷胎嘅時候就有了罪。而再進一步，又一離母胎咧，就與神疏遠。有可能母親懷胎嘅時候，媽媽信主啦嚇。咁但係生落嚟嘅時候，呢個個體，聖經話：一離母腹就走錯路，説謊話。記住咯噃，各位母親，當你手抱呢個 baby 嘅時候咧，你要知道呢個係小罪人。越抱就越大，越大就越壞，然後就越嚟就越老，老奸就巨患。所以趁早帶細路仔信耶穌啊，年長信主嘅機會咧就越嚟越少嘅，因為好多成見、偏見、錯誤嘅觀念思想一直喺佢人生裏邊。聽清楚。第二步啦噃，當一個細路仔冇真理、冇聖經、冇信仰，父母又唔認識神，然後呢個惡人咧，呢個小惡人啊，少少地咧，我哋話小時就偷針，大時咧就偷金啊！大家知啦，係咪？所以呢個細路仔一路長大嘅過程，聖經喺以弗所書第2章裏邊提及乜嘢咯？讀一讀咯噃。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叛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我唔夠時間去解釋呢一句我可以講2堂嘅信息，但係個重點就係話，我係喺罪孽裏生嘅。然後以弗所書裏邊提及，保羅話到呢一個罪人就係話死在罪惡當中，所以犯罪作惡係冇感覺嘅，講大話、鬧人啊、打人啊心裏邊有苦毒啊、仇恨啊。咁你話係人都係咁噶啦，咁唔通全世界都落地獄咩？咁多人中意咁樣問嘢噶，係咪啊？咁你點答啊？當然啦。如果唔認罪，全世界都會落地獄。聽清楚，呢個嘅小嘅 baby 生喺罪孽當中，冇真理，一路大就一路壞。而我哋如果做基督徒嘅父母，你應該咧，佢壞嘅時候，你要去打佢，
當然唔係拳打腳踢啦，你睇箴言就知㗎啦嚇。不忍用杖打兒子嘅恨惡他，疼愛他的隨時管教啊。而打佢嘅時候，免得佢落地獄啊！我唔夠時間講呢啲親子關係啦。但係喺美國或者我相信喺香港，一上堂就話聽，千祈唔好打佢。仲有啊，千祈唔好話佢錯。師母係教育方面嘅工作嚇，佢知道教育局嘅警告啲老師嚇，唔可以打，都唔可以話佢錯。咁唔話佢錯點講啊？有另外嘅方法嘅。嗰條數目2+2等於4，佢話等於5等於6，你唔好話佢錯嚇，仲唔好用紅筆啊，不傷佢嘅心㗎嚇，唔好話佢錯啊，如果傷佢嗰個嘅自尊心，哇，好恐怖！聖經唔係咁講，又講唔晒啦嚇，弟兄姊妹，一個惡人冇人話俾佢聽錯嘅時候，佢就一路錯落去。我哋美國就係啦，如果零元扣950蚊任你搶嚇，即係冇聽過佢哋嚇。喺我哋美國啊，如果搶950蚊以下，報警都冇人理啊！喺咁嘅情況裏邊，如果冇人再講話錯嘅時候，呢個世界會亂成點咯？罪嘅影響喺人嘅生命裏邊，會令到整個世界混亂再混亂，然後全部落晒地獄。呢度提到嚇喺罪惡當中活。喺罪惡當中去一路做好多犯罪作惡嘅事情，所以我舉啲例子啦。喺啟示錄21章第8節啊，有8種罪惡咧，會清楚講到咧會落地獄嘅。唯有膽怯，頭先我哋唱歌，我哋唔好膽怯係咪？剛強警醒係咪？唯有膽怯、不信、可憎嘅、殺人嘅、淫亂嘅、行邪術嘅、拜偶像嘅和一切説謊話嘅，他們的份就在燒着嘅硫磺火湖裏，這是第2次的死。人會死2次，第一次我哋肉身，第二次我哋嘅靈魂永遠落地獄。所以罪惡睇到嘛？再變一個第3方面嚇，我哋睇到第3方面咧，我哋話又係屬靈嘅眼核啊。咩叫屬靈嘅眼核啊？同你講天堂、講地獄、講物質界以外屬靈領域嘅事情。唔好同我講，我眼睇唔到啊！呢啲嘅情況，我去傳福音嗰陣時候，好多人都係咁同我講嘅。最重要就而家重唔重要？而家重唔重要？當下重要啊，係重要嘅。但係咪最重要啊？絕對唔係啊！講多次啦，咪講多句啦嚇。你嘅工作、事業、家庭、婚姻、財富、地位、名譽，重唔重要啊？重唔重要啊？嚇，冇乜反應喎。重要，請你點頭啦，好唔好啊？重要㗎，我都承認重要㗎。但問第2個問題啊，係咪最重要啊？諗清楚喎。你回答呢個問題嘅時候，如果你話唔係最重要，咁你話如果知道嗰個答案，你點樣為呢個答案去活啊？邊樣係最重要嘅？耶穌基督係嘛？你嘅永生啊，係最重要嘅。你話係唔係啊？好簡單，我再講啦。我希望你能夠可以了解嗰個重要性。嗱，我俾500萬美金你，然後攞你條命，你願唔願意啊？你願唔願意？有冇人願意？俾500萬美金攞咗你條命，你願唔願意咧？唔願意。但係絕對好多人都願意，因為唔係一次過俾你。如果年幾10萬你做得好，俾11萬、12萬，喺你嘅人生嘅裏邊，你就為到錢啊，一路乜都唔理咯。到你攞500萬嘅時候，然後你冇時間去了解屬靈領域嘅事情，唔知道天堂地獄嘅真實，唔知道有聖靈，亦都有邪靈，唔知道背後有神或者有鬼。嗱，弟兄姊妹，如果你話我知道有神，又知道有鬼，嗰啲鬼點樣影響我啊？所以我喺聖經裏邊將到所有關於靈啊 spirit 呢個靈咧，有520節嘅內容，我將佢全部分析落去啊。師母對有冇啊？後邊有一本啊，
靈嘅情況啊，聖靈有好多唔同嘅真理嚇，幫助我哋呢本靈，即係人嘅靈啊。請你攞出嚟好唔好啊？我哋睇到就話，原來喺屬靈領域裏邊啊，我哋知道咧，神預備咗好多真理話俾我哋知道嚇。所以從聖經看靈界，我就將所有關於聖經靈嘅層面分開3部分嚇。神嘅靈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幫助我哋呢個人嘅靈啊。我哋人有靈啊，我哋叫做靈魂體啊嘛，係咪啊？然後背後有邪靈喎，邪靈點樣影響我裏邊呢個靈啊？聖靈點樣影響我呢個嘅靈啊？但係好遺憾啊，一個未重生嘅人咧，佢嘅靈係死嘅，聖靈冇辦法影響佢嘅，所以喺佢一生裏邊由出世到佢信耶穌，真正信耶穌之前，都係被邪靈啦、風俗啦、習慣啦影響緊我哋每一個人。我希望你聽得明白啊！邪靈唔係實體，喺靈界，但係佢點樣影響我哋啊？透過你每日讀呢一即係睇電視啦、電影啦、睇手機啦、iPad 啦、電腦啦，電到你頭暈腦脹啦，聽得明嗎？邪靈做緊好多嘢，但好多人唔知啊！好多基督徒又話：你唔好同我講關於鬼啊嗰啲咁嘢啦，係嘛？河水不犯井水，我唔搞佢，咪佢唔搞我咯，咁係咪啊？弟兄姊妹，絕對唔係。魔鬼恨透每一個話信耶穌嘅人。你話係咪啊？你唔讀聖經咪唔知咯？我讀聖經知啊，但係問題就話，當我講嘅時候，冇乜人信咯。所以我大概出咗30本書，全部都喺聖經裏面分析唔同嘅課題，嗰個嘅答案，嗰個問題。弟兄姊妹，我盼望你能夠可以了解屬靈嘅事情。但係喺哥林多後書第4章第4節啦，讀一讀咯嚇，讀一讀。佢話：此等不信之人啊，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榮耀福音嘅光照着他們。我就簡單講講啦。魔鬼一個名字係叫乜嘢啊？世界嘅神啊，有冇第二個名啊？魔鬼有冇第二個名啊？除咗世界嘅神之外，仲有好多名嘅嚇。當然係嚇，説不人之事。但係我同你分享就有一個叫做世界的王啊。世界嘅王嗱，聽清楚下，世界嘅王唔係耶穌啊。但係我聽過有講台上邊有個傳道人話耶穌係世界嘅王。哇！我聽完之後真係心都寒濕。你睇約翰福音第12章、第14章、第16章3次提及世界嘅王係神。咁你話世界嘅王同埋世界嘅神分別喺邊度啊？聽清楚咯噃嚇。我哋先講就話世界嘅王咧，咁咧就每個國家地區我成日都提呢個世界有234個國家同地區。每個地區都有唔同嘅總統、君王、元首，係咪啊？所以咧，我哋美國咧Donald Trump 咧管唔到香港嘅，淨係管我哋美國50個州，聽得明啦？係咪？香港嘅為首嗰啲都管唔到其他地方㗎嚇。所以咧，每個地方有唔同嘅君王、元首去管理嘅時候咁咧有一個叫做世界嘅王啊。日後會管理整個世界234個國家同地區，聽得明嗎？喺實質上邊管理，而世界嘅神啊，神係乜嘢？就管理咧係肉眼睇唔到屬靈領域嘅事情，神啊嘛，聽得明嗎？所以我哋肉眼物質以外嘅世界係有位神喺度管理緊，但係有真神，亦都有邪神，有假神大家先會留意。我哋睇到背後聖經形容咧呢個即係世界嘅神，將我哋每一個人嘅心靈嘅眼睛弄瞎咗，讓我哋睇唔到真光，唔知道背後屬靈領域嘅真神。同佢講天堂、講地獄冇乜反應
所以弟兄姊妹，全部係魔鬼搞緊我哋嘅眼睛。當我哋話信耶穌啦，你嘅眼睛係咪馬上睇到真光啊？我哋呢個真光教會係咪啊？一定要睇到真光啊！弟兄姊妹留意，魔鬼整盲咗我哋嘅眼嘅時候睇唔到。第一，我哋出世就係惡人壞人啦；第二就係死喺過犯罪惡裏邊；第三就係眼瞎㗎。我希望你記得呢啲經文啊！我希望你記得呢啲經文，背咗佢。第四咯，再進一步話俾你聽，你與神嘅關係係乜嘢啊？弟兄姊妹，你同神嘅關係係咩㗎？聖經話咧，我哋係與神為仇噶。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好簡單啦，問下你啊！你未信耶穌之前咧，有人同你傳福音，你中唔中意嗰啲傳福音嘅人噶？同你講福音，你有咩反應噶？中唔中意噶？未信耶穌之前，有基督徒同你傳福音啦，冇乜反應。唔中意，點解唔中意啊？冇時間咯，冇興趣咯，係咪啊？唔得閒啊，等等。原來聖經話我哋係與神為仇啊！如果唔係聖經講，你都唔知嘅。我常常同人傳福音，又同你分享一下。你同一個非信徒朋友傾緊偈嘅時候，你同佢講風花雪月啦，邊度玩邊度 wet 講到眉飛色舞嘅。但係咁樣時間，你話轉一轉講福音啦。當你講得2句3句嘅時候，佢有咩反應啊？邊句講？再講耐啲咧，佢話真係好打合路㗎。你試下，你唔信就試下。你同人講福音，一講福音嘅內容，佢就打喊，冇興趣。咁你再講翻其他嘅事情啦，再到佢醒翻之後又再講福音啦，就咁樣一路咁用呢個方法。今日唔係講傳福音嘅情況啦。但係你睇到我哋係與神為仇啊！羅馬書咧點樣講咧？有2節聖經一齊讀一讀。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着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睇到我哋與神作仇敵。另外喺哥羅西書第1章21節下一節我哋睇到就話，原來人點解會與神為仇啦？因為呢個哥羅西書1章21節裏邊提到，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原因呢？因着惡行，睇到嘛？細路仔出世就係惡人壞人，一路成長嘅犯罪作惡。咁因着惡行，神係善嘅，係美嘅，神係善嘅源頭，冇可能容許任何嘅惡。所以咧，因着惡行，心裏與他為敵。你心裏與他為敵，就好容易從你嘅外表眼神表情動作會表現出嚟嘅。我再講一次如果你心裏邊有仇恨對某啲人唔爽嘅時候咧你會從言語眼神表情動作表現出嚟嘅。但係咧，有啲人就話我可以咧隱蔽一啲嘅，我可以即係改變一下嘅，但係改唔得耐嘅，因為你心裏邊有恨有仇啊嘛。一定會走出嚟嘅，所以每一個人未信耶穌之前，心裏與神為仇，所以有人同佢傳福音就係話我冇時間，我唔得閒，我冇興趣，就係咁嘅情況啦。點樣將呢個惡人壞人與神為仇的人，讓佢能夠可以與神為友咧，然後可以化解呢啲問題啦？依間講啦。但係第5個情況記住啦第5個情況係乜嘢咧？就係話，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使徒約翰同我哋講佢話我們知道我們是屬乜嘢啊？我們係屬神嘅。我係屬神嘅喎。請問你屬咩㗎？請問你屬咩㗎？今年係咩年啊？今年係咩年啊？有冇人屬馬㗎？有冇人屬龍㗎？我有一本書唔知有人冇啦龍嗰本書弟兄姊妹，我同你解釋就話，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係點啊？
魔鬼喺背後控制緊整個世界。頭先我提及234個國家同地區，同埋而家最少有83億嘅人。佢點樣影響我哋每一個人啊？透過文化，我哋中國就話文化就話12生肖，係咪啊？將人分開12種動物畜生。我哋本來係屬神嘅，但係魔鬼就話你唔係，都係你叻啲屬龍，你屬鼠啊？哎呀，呢啲鼠輩係嘛？咁咧你屬虎噶，咁啊第日揾老婆或者揾老公就唔好揾翻虎咯喎嚇，一山不能藏二虎係咪？話講唔晒咁多啦嚇，屬龍就冇揾條蛇一齊啦，龍蛇又混雜係嘛？蛇又冇揾鼠啦，係咪蛇鼠一窩嚇？講唔晒咁多。文化背後影響緊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呢個世界只係得兩類，你唔係屬神，就係屬乜嘢？鬼，屬鬼啊！你講唔講得出嚟啊？如果你嘅親人、朋友、同事、同工，佢哋未信神嘅，佢哋屬乜嘢㗎？屬鬼。你夠膽講嘛？夠膽。你屬鬼咁，你就係鬼咁，佢鬧翻你啦。我哋可以有智慧去表達嘅，唔係一得傳福音就話你屬鬼嘅。弟兄姊妹，呢啲係傳福音嘅技巧啦。你可以話我以前係屬鬼，咁咪得啦，容易聽啲啦，係咪？我以前係屬鬼啊，而家信耶穌就可以屬神啦。聽唔聽得明啊？係咪就嚟冇電啦？嗱，所以弟兄姊妹，我同你分享呢啲啊，全世界臥在那惡者手下，佢點樣控制每一個人啊？寫得落嚟咯。風俗、潮流、文化、習慣、傳統、遺傳，嗱，呢啲係你每一個人喺唔同嘅國家或者民族當中，魔鬼就透過呢啲嘅內容潛移默化影響緊我哋每一人。所以啊，嗱，呢5個嘅情況啊，如果呢一個人啊喺5種情況裏邊佢離開世界，佢喺邊度啊？啊，去邊度啊？弟兄姊妹？馬上會落片，係咪啊 ？Testing OK 啊，所以咧，而家我哋有呢個5個嘅情況嘅時候咧，就等於頭先你坐飛機，而家話俾你聽，為着你個人生命嘅安全咧，請你背起你嘅唔係十字架啊，你嘅降落傘，因為有可能啊，遲啲我就搭飛機噶啦嚇。大家留意咯喎，每日都有可能係最後一日。咁我哋試下睇下，當我哋離開世界有冇辦法肯定到天堂？人離開世界只有2個地方係終極，每一日都有可能出現。記住啦嚇，唔好存一個僥倖嘅心。你預備好，如果唔出現嘅話，咁啊仍然有生命，咁啊努力為主作工。如果出現離開世界，咁啊與主同在，好得無比。聽得明嗎？好啦，喺聖經裏邊提及啊，呢啲8種嘅罪惡咧，我相信啊，唔單止非信徒一路做緊，基督徒，弟兄姊妹，基督徒會唔會有呢8種嘅罪惡啊？我曾經喺教會裏邊解釋呢句説話，呢句聖經啊，用咗9堂嘅主日崇拜，9堂。第一堂咧就講咩叫做膽怯，第2又講咩叫不信，第3講咩叫可憎，第4講咩嘢殺人、淫亂、行邪術、拜偶像和一切説謊話。講咗8堂嘅信息，每堂信息係最少75分鐘嘅。再進一步解釋咩叫做燒着硫磺嘅火湖地獄。嗱，弟兄姊妹留意，如果你聽完我講完呢8樣嘅罪嘅時候咧，我相信每一個或者唔好講每一個啦，99% 啦嘅基督徒都喺呢8樣嘅裏邊，最少1樣、2樣、3樣、4樣、5樣、6樣、7樣、8樣都做晒嘅。弟兄姊妹，我唔講時間解釋嚇，我而家講緊係基督徒。神俾我嘅負擔係乜嘢？我從1985年開始喺紐約侍奉，另外有大概4年嘅喺加拿大。
喺我試驗嘅過程咧開頭嗰一半時間咧，就向非信徒傳福音。當然咧，我有責任喺教會喺神學院喺機構裏邊侍奉，都向信徒去造就幫助嘅教導去裝備嘅。但係當我後半期嘅侍奉咧，神俾我嘅使命係乜嘢咧？係向基督徒傳福音。我係向基督徒傳福音啊，弟兄姊妹！神帶領我有機會同你分享。我盼望每一個話自己係基督徒都肯定得救，肯定係真正信耶穌，唔好馬馬虎虎。但係好多人咧，基督徒50年不變，但係我都會變啦，係嘛？我哋講過話50年不變噶嘛，但係咪一路變緊係嘛？我哋要變啊，唔係變壞，係變好。我唔夠時間解釋呢節嘅內容，但係我可以肯定講絕大部分嘅基督徒都陷喺呢啲罪惡裏邊。問多個問題：犯幾多種罪先至去流亡火湖啊？呢度係8樣，幾多？幾多？犯一樣都唔得喎，一樣都唔得啦，係咪啊？同唔同意啊？你唔同意都冇辦法啦，聖經咁講，一樣就夠啦，係咪啊？聽清楚喎，一樣就夠啦。所以你唔好笑隔離嗰個，哇！你犯7樣啊？我一樣咋咁啊？如果話10戒啦，你揀下，你守10戒，你要守幾多條先至可以守晒10戒啊？全保嘛，係咪啊？好啦，你話我俾1戒你唔揀，你唔守嘅，你揀邊戒？我俾1戒你，話第7戒啦，希望第7戒係乜嘢嚟㗎？第7戒不可奸淫啊！呢個世界好中意奸淫㗎嚇。嗱，弟兄姊妹，如果要守嗰啲嘅神嘅誡命律例典章，係全部守晒。如果講到罪惡嘅內容咧，係全部要斷絕，唔好留翻一樣。而神嘅恩典慈愛係咩咧？今日我哋仲未死，係俾我哋處理問題咯，就好似你孭咗個降落傘一樣，好好準備每一日。如果今日係最後一日，希望我哋有耶穌基督。再進一步喺教會裏邊我哋睇到就話點樣先至能夠可以得救咧？嗱，呢個問題唔係淨係撳足去問保羅西拉，希望今日我哋問下喺聖經裏邊點講嚇，聖經裏邊點講，再睇嚇。再進一步答案就話必須要相信主耶穌基督。你話聽過啦咁，因為呢度講嘛，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係咪？咁咧就呢度講到乜嘢叫做信啊？乜嘢係耶穌基督啊？嗱，等陣我又唔夠時間解釋喎。點解有時聖經話咧耶穌基督咧，耶穌行前，基督行後咧？有啲話基督耶穌咁啊就有時基督就行頭，耶穌就行後，有冇分別嘅？嗱，中國人同華人咁華人行頭，中國人行後咁冇乜分別啦。弟兄姊妹，好唔一樣啊！耶穌係人，係耶穌嘅人性基督係耶穌嘅神性，基督係代表我哋睇到祭司、先知、君王3個嘅特色彌賽亞。所以你睇聖經嘅時候，如果基督排喺前邊咧，就係話佢嘅神性重要啲；耶穌放喺後邊咧，嘅人性重要啲放喺後邊就次要所以咧，原來我哋睇到喺呢個世界，現今好多人都叫耶穌㗎所以你祈禱嗰陣時候講清楚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去祈禱千祈唔好馬虎。我聽過好多嘅人講祈禱就話乜嘢人奉乜嘢嘅名字都唔提，就問 Amen 咁我哋美國好興唔知香港興唔興啦你祈禱之後點樣講講清楚奉我嘅主耶穌基督嘅名去祈禱唔好單單話奉主名求。你嘅主係邊個主撒旦教嗰啲人拜撒旦，佢嘅主係撒旦。我唔夠時間講。佢話我奉耶穌名啦，咁好唔好
好唔好啊？好過冇啦。但係我知道我有啲朋友係叫耶穌嘅，佢個 last name 佢姓係叫做耶穌嘅。有個菲律賓嘅一個嘅基督徒，一個嘅牧師啊，佢叫做 Benjamin de Jesus 個 last name 啊，佢個姓係叫做耶穌嘅。好多西班牙人啊，叫做耶穌嚇，係叫耶穌嘅。所以你唔知道個重要性，當你趕鬼嘅時候就知道。佢話我奉耶穌嘅名去趕你咁樣，你話你乜水啊？邊個耶穌？但係我話我奉主耶穌基督拿撒勒人主耶穌基督嘅名去趕你，佢要走。嗱，弟兄姊妹分清楚，當我哋提及主耶穌基督呢4個字嘅時候，你知唔知喺靈界領域裏面出現咩嘢事情？喺天上，喺地上，喺地底下，喺滄海裏，係屈膝無口稱耶穌基督為主啊！講唔晒，信一定未講啊！點解叫信咧？下章啊，我哋睇到就係話，我哋信耶穌，原來聖經提及最少有4種唔同嘅基督徒啊！我先問下大家。有邊個真係信咗耶穌嘅？你覺得啦，最低限度，你覺得啦，你真係信耶穌嘅。佢高啲咧，好榮耀嘅嚇啊！如果你唔肯定都唔緊要嘅嚇，你肯定自己係信耶穌嘅，佢高啲嚇啊，98%啦嚇。好啦，請放低。咁咧就當我講完嘅時候咧，希望同樣嘅數字嘅手咧舉翻起嚟嚇。好啦，第一種信嚇，第一種信咧。就喺路加福音第8章13節講到10種嘅比喻啊，主耶穌佢唔會陌生啦，係咪啊？第一種就撒喺路旁，第二種就撒喺淺土石頭，第三種就撒喺荊棘叢裏邊，第四種就放喺好土心田當中啦。我哋睇到第8章13節一齊讀一讀啦噃。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聽道歡喜領受，心中沒有根，不過暫時相信。及至遇見試煉咧，就退後嚇。嗱，呢度提到暫時相信，弟兄姊妹，暫時相信有冇信啊？有，咪叫暫時相信咯。係咩情況啊？哇，歡喜領受喎，聽到嘅時候，哇，真係好啦咁嚇。好多人啊，喺第一次聽佈道會嘅時候，哇，真係唔錯喎。啊，叫我信耶穌啊咁，好啦，我信咁。及至遇到好多試煉啊，真係好似頭先咁樣孭住個降落傘，但係嗰邊個空姐淥咖啡啊，淥多個大皮嘅時候，遇到困難就唔要啦。但係如果你知道信耶穌係救我哋上天堂嘅時候，你喺地上遇到困難，你會唔會咁輕易放低呢一個降落傘，放低耶穌基督嘅救恩？如果你知道地獄嘅恐怖，你會拼盡老命都唔會嚟。如果你又知道天堂嘅榮耀啊，你會拼盡老命都要到天堂。我希望你聽得明白嚇，呢2個嘅終極地點，而每一日都有機會出現。但係好多基督徒就馬馬虎虎、糊糊塗塗，以為今日做唔好咪聽日做咯。你如果我再講啊，如果你今日做得唔好，你聽日想係做得好嘅機會就少啦。如果你今日做得好，明日繼續做得好嘅機會就多。我希望你聽得明啊！但好多人就話明日復明日，今日做得唔好就明日嚟。但你唔知道今日可能係最後一日。第一種信嚇，暫時相信，記得係路加福音8章13節。第二種信係乜嘢？都係喺雅各書裏邊提及嚇。我哋睇到。一齊讀咯噃，2章19節嚇。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錯，鬼魔也信，卻是戰驚。一句裏邊提到有3次嘅乜嘢信啊？佢話你信神只有一位嚇，就係話頭腦個信嗰啲啊。哦，好，你信得不錯，係啊。神就一位啊！其實我哋睇到就話喺猶太教啦，喺天主教啦，喺基督教啦，都係信一神嘅。但係點樣去呢位神嗰度啊？我哋睇到就話鬼魔有信喎。
鬼魔同魔鬼有冇分別㗎？啊，有冇分別㗎？係咪寫錯咗啊？鬼魔同魔鬼有冇分別㗎？冇分別咯，寫錯咗啦咁就係。分別好大啊！嗱，弟兄姊妹聽清楚啊！鬼魔咧就係魔鬼嘅流落，魔鬼咧就係嗰個頭叫做路斯弗撒旦。但係當佢背叛神嘅時候，佢欺騙咗天上1/3嘅使者，佢去迷惑1/3嘅使者，跟佢一齊去反叛神。嗱，弟兄姊妹，我寫一本書咧，叫做《魔鬼最厲害嘅殺手鐧》嚇。我簡單同大家講，我哋睇到就係話，如果你諗一諗下，撒旦未被打落嚟之前啊，佢可以喺天堂呃咗1/3嘅天使，跟佢一齊啊，成為污鬼邪靈。而啲污鬼邪靈就喺我哋四圍左右啦，但你肉身感覺唔到噶，但係聖經話俾我哋聽係真噶。魔鬼點樣呃我哋啊？頭先我講啦，透過文化潮流、傳統風俗習慣，呃緊我哋嘅思想啊。所以原來 deception 即係欺騙啊，係最嚴重嘅問題。當你被騙嘅時候，你唔知道被騙，聽唔聽得明啊？如果你話我知道被騙，我當然唔會被騙啦。哎呀，我輔導過一對宣教士嘅夫婦，佢被人騙咗幾多錢啦？數以百萬港幣啊，唔係美金。哇！佢俾人騙嗰陣時候話港幣騙咗幾多，美金騙咗幾多，仲有咩英鎊戶口俾人呃埋喎。喺騙嘅過程裏邊8個月，佢信喎。我你啲資料俾我啦，攞你啲資料俾我，攞啊！唔攞你就有我啦。係啊，唔驚啊，我怕咁。終於咧騙咗數以百萬計，被騙啊！今日魔鬼騙你咩？你嘅靈魂，聽清楚啊！頭腦嘅信對你嘅生命冇改變。再進一步，第3種啊，都係雅各書嗱，聽清楚呢一種嘅信啊。呢種信咧就冇好行為，記住嚇。雅各書講3次，都係喺第2章3次講乜嘢咧？17節、20節、26節啦，睇清楚使徒雅各講乜嘢嚇，一齊讀下。佢話：這樣信心沒有行為就是死的。虛浮的人啊，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嗎？第3，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就如啦嚇。我哋睇到信心冇行為都係死嘅。留意啊，弟兄姊妹，3次提到冇行為，呢個係好行為。我同你分享一個好基本嘅真理嚇。當我初信嘅時候咧，上初信造就班咧，就同即係要我背咧，就係以弗所書2章8到9節嘅。大家識背啦，係嘛？識唔識背？2章8到9節，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我就聽到足啦，不是出於行為啊，免得有人自誇啊。記唔記得？有咩影響啊？當我一路背住，免得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唔需要做咁多好行為啦。我又唔想自誇嚇，所以就停喺嗰度。但係第10節講咩㗎？嗱，我希望大家邊個有聖經，請你打開以弗所書第2章第10節，打開聖經讀一讀。我同大家分享，當我初信以後，我每日讀聖經，新約係讀2章，舊約係讀2章，詩篇讀5篇，箴言係讀1章。我反覆不斷嘅喺我個人靈修啊，唔計我自己要教主日學、教崇拜、教團契、預備講道、預備信息嗰啲嘅內容。當我讀聖經，如果新約只係得260章啊，全本新約，我每日讀2章，我130日就讀晒全本新約，一年可以大概讀3次。每次我讀到以弗所書2章8到9節，讀完第10節講乜嘢咧？大聲啲讀一讀好嗎？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裏造成的，為要乜嘢？為要我們行善係乜嘢？仲有就係神預備叫我哋去行啊！就係呢個救之後嘅人要去行善啊！
嗱，我又唔夠時間，我又講兩堂道啊！弟兄姊妹，今日好多基督徒唔做好事，佢話唔係啊，吳牧師，我記得我5年前嘅禮拜4下晝2點半俾咗1蚊雞嗰個乞衣啊，你歷歷在目，永誌難忘啊！係咪就係偶然一次天氣好、心情靚，就做一次好事俾1蚊個乞衣咧？絕對唔係啊！弟兄姊妹，做好事係不斷嘅，係每一日嘅，係主動嘅，係刻意嘅，係找機會嘅。不如我可以重複一次啊！做好事係每日刻意找機會，主動去做好事。嗱，所以讀到聖經嘅時候，耶穌啦同埋嗰啲門徒係日日去做嗰樣工作。咁你話諗下，你唔使食飯咩？唔需要做工咩嚇？當你睇到嗰個重要性嘅時候，你知道點樣選擇，就講唔晒啦。冇好行為啊！嗱，弟兄姊妹，呢一個問題就影響緊我哋今日基督教，影響緊每一個基督徒。好多人啊，當我去報道，我去唔同嘅講道，喺團契或者喺退休會、冬令會、夏令會、退休營等等，講多兩句話，你做啲好事啦咁。講完之後，有啲人牧師，我唔係靠行為嘅，我唔係律法主義啊。你睇下喺馬太福音第25章講到活世之後啊，即係話綿羊、山羊，記唔記得啊？綿羊、山羊係乜嘢？綿羊係代表乜嘢？山羊係代表乜嘢？山羊係代表嗰啲唔做好事嗰啲，綿羊係代表做好事嗰啲。咁結果係乜嘢咧？唔做好事嗰啲嘅山羊係落地獄嘅。馬太福音25章41節同埋46節講得好清楚嘅。如果我哋每一個基督徒每一日刻意嘅去做好事，話俾人聽，因為我係信耶穌，我希望我做好事嘅時候引導你去羨慕我嘅信仰，讓你能夠有機會信耶穌，呢個係我哋嘅目的。記住，神吩咐我哋要做好事，做好事嘅原因動機係要榮耀神，叫人蒙福。嗱，所以啊，冇好行為呢個信係死嘅。邊3種信啊？我講咗3種啊，暫時嘅信、頭腦嘅信、死嘅冇好行為嘅信。好啦，我而家講第4種信啦嚇。第4種信係乜嘢啦？就係真正救。我應該必須作什麼才得救啊？咁而家嚟咯喎嚇！真正得救嘅信咧，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賜嘅啊。好啦，另外再進一步啊，保羅喺羅馬書講嚇，你若口裏認耶穌基督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佢話因為咧，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好啦，問下大家，你係咪呢種信啊？請你舉手啦，應該同頭先一樣嘅係咪？應該同頭先一樣嘅嚇。好啦。當我進一步睇到呢個咩叫做信嘅時候嚇，心裏信，口裏又信，呢個信，我哋中文就話人言以信啊，人嘅言咧就係信啦嚇，我講過就係㗎啦嚇。但係希臘文呢個信有5個意思，記住嚇，呢5個意思係缺一不可，聽清楚，記住，評估一下5個意思啊。第一個意思係咩嘢咧？5個特色。缺一不可嗱，希望大家背咗佢。如果你每次讀聖經讀到信耶穌啊、信啊嗰啲信咧嚇，你就諗起呢5個特色。究竟我係唔係呢種信啊，還是係頭腦嘅信、死嘅信、暫時嘅信啊？好多人停喺呢3種信嘅裏邊咧，就真係50年不變咯。魔鬼話俾你聽，你得㗎啦，冇問題㗎啦，你又相信㗎啦，係啦，我係得救啦，冇問題咯。但係真係信嘅信咧嗱，5個情況，每日啊，記住，每日你係擁抱聖經。嗱，我講唔晒啊，每一點我可以講一堂嘅。擁抱聖經，我唔知你有冇讀過天路歷程啊 ？The Pilgrim's Progress 有冇讀過啊？知唔知咩書嚟㗎？喺1678年神啊，耶穌基督感動呢個嘅 John Bunyan 啊，1678年嘅時候寫成呢本名著。喺我哋教會曾經花咗
5、6年嘅時間，每一個禮拜5查考一段。嗰個基督徒啊，走天路啊，每日攬住本聖經。第二，捉緊聖經，點解捉緊咧？如果你唔捉緊咧，會走咗去嘅。點解會走咗去啊？頭先話撒種嗰個比喻，記唔記得？喺路旁啊，啲道種喺路旁有咩情況出現啊？飛鳥會食咗，會奪去。飛鳥係代表魔鬼啊，馬可福音裏邊提及。魔鬼會將我哋心裏面嘅道種啊，神嘅話語攞走嘅，讓你忘記啊！所以我哋睇到話你要捉緊，跟住你要順服。咩叫順服咧？就係話聖經叫你唔好做嘅，打死你都唔好做啊！聖經要你做啦，無論付任何代價，你都要做啊！呢叫順服。如果你有機會嚟到紐約，我哋紐約對面一個福橋頭嘅對面咧，有一個世界有名的異端，叫做耶和華見證人，聽過啦應該嚇。我相信咧，好多人都被耶證啲人咧聽過嘅，係咪啊？有冇啊？冇啊，咁就神啦嚇。好多四圍去傳兩個係咪？嗰個嘅創辦人啊，耶和華見證人嘅創辦人查理士羅素啊 ，Charles Russell， 佢係長老會嘅會友嚟嘅，佢爸爸係長老會嘅牧師嚟嘅，但係佢讀聖經嘅話，哇，地獄好恐怖喎！我嘅神愛到我發燒，哪裏會有地獄咧？係唔肯承認有地獄，於是咧就走咗呢一個異端出嚟，又講唔晒啊！弟兄姊妹，你唔肯完全順服聖經嘅真理咧，一定有啲歪理走出嚟影響你嘅生命。記住咯。但係如果你又唔讀聖經，你又唔知道自己坐邊。你讀聖經咁講，你又肯唔肯去做咧？你話肯做幾耐？一日兩日，一次兩次，一個月、1年、2年，唔係嘅。所有嘅好事喺聖經裏邊嘅真理，你係不斷地要做，做到死為止。咁你得唔得啊？咁點解解釋啦嚇？順服聖經，跟從聖經，每日行出嚟啦。跟從就話 step by step 一路嘅，每日就行實踐出嚟。當你每日讀聖經，你靈修嘅時候，聖經咁講，你就咁做。聽得明嗎？每日去做啊！有冇每日讀聖經啊？有冇每日靈修啊？有冇每日喺神嘅裏邊積極去做好事？記住啊，唔係靠行為得救，係靠因信稱義。但稱義之後，你係義人，點樣證明你係義人啊？行義咯，有義行啦，名詞動詞唔一樣啊嚇！弟兄姊妹，如果你話我稱義啦，你冇義行，點樣證明你係義人？你唔行義，人哋點知道你係信耶穌？你話我每個禮拜有2個鐘頭嚟教會啊，好唔好啊？當然有個好啦，但係你其餘嗰166個鐘頭做啲乜嘢咧？其他嘅非信徒認唔得出你係信耶穌啦。呢5個情況就係真正信耶穌，口裏承認，心裏相信嗰個信。好唔好叫你舉手咧？好，咁我唔係你啦嚇。求聖靈光照我哋嘅心，弟兄姊妹好重要，關乎生死，關乎天堂同地獄。點樣先能夠得救啊？真正口裏承認，心裏相信，有各樣行為表現，呢個真正嘅信仰。下一章，你必須要重生，有新生命，先有機會有以上5種得救嘅信嘅特色。一個洋娃娃放喺地度10年都係洋娃娃，但係生出嚟個 baby 3-5日就唔一樣咯，因為佢有生命噶嘛。你信咗耶穌有冇咩改變啊？如果我哋有新生命，一定會改變嘅。從我哋嘅言語啊、行為啊、心思啊、意念啊各方面，一定會改變嘅。因為神嘅靈生咗我哋裏邊呢個已死嘅靈啊，然後就叫做重生。我哋有生命嘅時候，就按照翻聖經嘅真理活出嚟，讓人能夠可以透過我哋而認識神。你重生咗未？但喺我侍奉嘅經驗裏邊，
我睇到好多教會，好多基督徒仲未重生。神要用我哋成為精兵，神要興起佢嘅國度。喺以西結書37章裏邊提及，耶和華軍隊係乜嘢？好似平原嘅枯骨一樣，平原嘅枯骨啊！先知以西結睇，哇，多得咁緊要嘅，係咯。但係聖經話咧，有一日呢啲平原嘅枯骨可以站起嚟，根連根，肉連肉，長皮長肉，然後做咩？等候靈風吹遍，成為耶和華嘅軍隊。弟兄姊妹，我哋就係呢個末世，我哋喺平原嘅枯骨咧，定係耶和華嘅軍隊咧？係耶穌叫個精兵咧，定係強兵咧？弟兄姊妹，盼望首先得救重生，我哋嘅生命更新就唔一樣啊！再進一步，我解釋埋呢個聖經就結束啦，大家都明白係咪？一齊讀一讀好嗎？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有兩個新，中文都係新，英文就係 new， 中文就係新。但係原文呢兩個新完全唔一樣嚇，聽清楚。佢話若有人在基督裏，即係話大家都係啦，而家係咪啊？然後咧佢話呢一個就成為新造的人啦。呢個造咧係從冇變有嘅造啊，唔係做功課嘅造啊。國語就知道嘅，廣東話分唔出。所以咧，如果你肯啊，若啊嚇喺基督裏邊 in Christ 喺基督裏邊啊，我解釋過啦，等於在飛機裏啊，我唔重複啦嚇。所以如果你肯喺基督裏邊嘅時候，你就是新造嘅人。呢個新嘅字嘅原來意思就係話你嘅性質上改變。以前係舊人，以前係死喺過犯罪惡裏邊，以前係眼瞎嘅，以前被魔鬼控制嘅，以前係與神為仇嘅。但係而家你係新造嘅人，你嘅性質改變。感謝神啦，係咪啊？咁後邊另外一個新咯，就係話舊事已過，都變成新，就係咪？原來呢個都字啊，可圈可點。係咪馬上就變晒新咧？唔係嘅，咁但係個都字代表咩噶？都字都係代表全部嘛，係咪啊？係就點頭啦，係咪啊？一信耶穌，燈頭上有光圈，馬上變晒新，唔係喎，都變成新呢個新咧，原來係時間上嘅新，即係話日日要更新。等於你買新鮮麵包係咪啊？邊個中意食隔夜麵包啊？除非你唔知啦，係咪？買咗個隔夜麵包啦。所以原來呢個新咧係時間上嘅新啊，日日都新啊。簡單嚟講就係話，你嘅今日有冇好過琴日啊？如果聽日仲未死啊，你冇期待明日會比今日更進步啦。如果每一日都有可能係最後一日，你今日做啲乜嘢咧？我哋可唔可以一世都唔犯罪咧？我哋可唔可以一世都唔犯罪？冇乜人點頭啊！可以啊，聽我講就可以啦，係咪？你聽我講就，我哋可唔可以一世都唔犯罪？當然可以，好簡單嘅方法啫。以諾與神同行300年，300年都唔犯罪，個秘訣喺邊度？300年咯，然後被提喎，好簡單啊！每一日唔犯罪，得唔得？講清楚。你一日裏面唔犯罪得唔得？如果你唔得落半日啦，瞓覺我當你唔犯罪啦，瞓覺。你醒過嚟嘅時候，口唔好講壞嘢，眼唔好睇衰嘢，耳朵唔好聽是非，手唔好做壞事，腳唔好去壞嘅地方，得唔得啊？仲有你嘅思想唔好諗衰嘢，唔好恨人，唔好含恨在心等等。一日啦，得唔得？得唔得？得，你要立志嚇。好啦，當你今日做得好啦，今日冇犯罪啦，咁你期待聽日仲有生命繼續做好咯。如果你今日做得好，聽日繼續做好嘅機會就大好多。聽得明啊？如果你今日做得唔好咧，你盼望明日做得好咧，機會唔係冇，係細好多。所以你有呢咁嘅心志嘅時候，今日係新，聽日仲未死有第二樣新，後日仲未死有第三樣新，聽得明嗎？
聖經記載罪惡超過130多種，超過130多種不同的罪啊！你睇下羅馬書第1章啦，23種罪啊；馬可福音第7章啦，10幾樣罪；哥羅西書第5章有17樣罪；啟示錄第21章第8有8種罪。哇，係咁數啊，都已經幾十樣罪啦，聽得明嘛？每日新就係話都變成新，到最後咧都變成新。當神提我哋提以諾，佢就變晒啦，日日都要新。呢個就係我哋做到，唔好50年不變咯。你同我喺度都話就50年不變，但係過程裏邊時時變，係咪啊？你應該知啦，係咪啊？我就唔清楚啊。好，最後你要知道啊，信主耶穌基督啊，信嘅人有永生。所以我再講啊，每一次你睇呢個信呢個字啊，耶穌好簡單噶吓，你話我實實在在嘅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啊。信嘅人有乜嘢？有永生。乜嘢人有永生？信嘅人。呢個信係咩信？5個特色：擁抱聖經、捉緊聖經、順服聖經、跟從聖經、實踐聖經。呢個係真信。所以每逢聽到、睇到、知道呢個信，就記得你5個特色。你信耶穌未？你得救未？我哋喺度記咯。弟兄姊妹，如果你唔肯定喺過去你係未信嘅，或者未知道係咪得救，今日你最低限度知道啊！未信耶穌5個光景，一出世就係惡人罪人，跟住就死喺過犯罪惡裏邊，然後又與神為仇，然後屬靈眼瞎，然後又被魔鬼全部控制。但係信耶穌可以瓦解所有嘅捆綁束縛，何等嘅恩典，何等嘅福分！我哋嘅信唔係停喺頭腦嘅信，死嘅信，暫時嘅信，我哋係清楚得救 born again 重生得救嘅信。我哋低頭嚟祈禱下，創造宇宙萬有嘅真神，我哋低頭敬拜讚美。今日係耶和華所定嘅日子，我哋要在其中高興歡喜，你招聚你嘅兒女百姓，讓我哋喺你嘅寶座前一同查考研究你嘅真道。我哋心歡喜，靈快樂。求主幫助你嘅兒女們，讓我哋喺今日早上肯定我哋係清楚得救。你賜福你嘅兒女百姓。讓我哋肯定得救之後，唔單止自己蒙恩，我哋都願意我哋周邊旁邊所愛嘅家人、親人、同事、同工朋友，個個都能夠與我哋同得福音嘅好處。親愛弟兄姊妹，如果今日你肯定咗自己得救，請你舉手，請你舉手，我為你肯定自己得救，你願意過所有嘅困難，透過耶穌基督，你願意肯定得救，請你舉手。感謝主，你要下功夫付代價。你而家得救，唔係十字架旁邊右邊嗰個頻道得救就上天堂。神仲存留你嘅生命，係讓你喺世界上繼續發揮福音嘅影響力，投入喺教會，喺神嘅家裏面。你事奉，仲有冇？你願意清楚得救嗎？請你舉手，請你舉手。感謝主，感謝主，親愛天父，為到舉手弟兄姊妹向你獻上感恩，求你將佢哋嘅名字寫在生命冊上，紀念佢哋嘅前路，幫助佢哋嘅人生，讓佢哋能夠跑步，直到見你嘅面。賜福教會喺呢個村嘅裏邊，讓所有嘅村民，讓每一個嘅香港人，每一個佢哋嘅親人朋友都能夠蒙恩。感謝讚美主，榮耀頌讚歸翻俾你。求你垂聽我哋嘅同心禱告交託，奉靠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大家請坐。